荷兰姐，什么事儿啊？石彤，有些话，我今天一定要跟你说。有什么话这么着急啊？刚才哭过了。石彤，你赶紧离开天海吧，时间不多了。你在说什么啊？有人要杀你，你是斗不过他们的。其实一直以来，我都不是你心目中的那个荷兰姐。荷兰姐，我们先回家好不好？你这怎么说的都是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呀？我背叛了你，背叛了红鼎。我是个叛徒。荷兰姐，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我挪用过公司的资金，泄露过公司的机密。我一直跟前夫联系，私下。果然是姐妹情深，我差点都被感动了。郑成强，你来干嘛？你当我傻吗？你刚才那么反常，原来是要告密呀？荷兰姐，她怎么在这儿？你猜呢，美女？我今天是专程为你来的。郑成强，你休想动他一根汗毛。兰兰，你觉得你能保护得了他吗？你就收手吧。师从他到现在，从来没有做过一件错的事情。要说错的话，那也是我。真是对不起了，我有我的使命。荷兰姐，你不要乱来！荷兰姐，郑成强，你这个畜生！畜生！我让你今天见识见识什么叫畜生。你要干什么？我警告你，你不许过来！云总果然气质不凡呀，只不过这么漂亮的大美女要是死了，怪可惜的。混蛋！
我暴脾气，我喜欢。只不过老子今天没有时间陪你玩了。你放开他！怎飞？又是你！放开他！我知道你能打，这你又能怎么样了？每一次我的计划都让你给破坏了。今天呢，别动！秦雪，你冷静点。现在盛东的状态不太好，明天一早公司还有很多事要处理。盛东这边我会照顾好，你负责把公司稳住，别让更多人知道这个消息。能做到吗？那先这样。感谢配合，有什么新的情况，请继续与我联系。我一开始就知道何兰姐所有的事情，对吗？那你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告诉我？你把我的荷兰姐还给我，还给我！对不起。如果你一开始就告诉我，我就不会来找他，他就不会出事了。你混蛋！都是你。都是你害的，都是你害的，都是你！你冷静点，是我不好，没能照顾好你和你身边的人，都怪我，我是混蛋。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知道了，你一定要坚强。
让云世东跑了，你还有脸回来？魏总，是我大意了，是我大意了。你站着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将功闭嘴！你知道现在柳峰和韩元仓你在背后怎么说我无能吗？啊？魏总，你听我解释啊，本来是这样，云世东本来已经被我控制了，一切都很顺利。谁知道那个段飞，谁知道他妈什么时候冒出来？是段飞，是，怎么又是段飞呢？是。那荷兰呢？荷兰应该死了吧？应该。什么他妈叫应该？魏总，再给一次机会，魏总，魏总。现在外面风头肯定特别紧，你去外面避避风头，等通知吧。行，谢谢魏总，滚！谢谢魏总。喂，魏总，事情进行的怎么样了？云世彤被救走了。什么？他被救走了？又是那个段飞。还好，荷兰死了。什么？哎呀，是不是警察又开始调查了？你们办事儿怎么这么不谨慎呢？多谢吴家。外面越乱，局势就对我们越有利。接下来的关键点就是段飞，你要让他不知不觉的走进我们的圈套。记住，沉住气才能钓到大鱼。好，明白。清雪，嗨，志明。清雪，你怎么了？我看你脸色不太好。没什么，可能是昨天晚上没睡好吧。应该就是这些吧。赶紧给老大送过去吧。我知道你心情不好，但也不能这样折磨自己啊。哎，哎，秦助理，云总他怎么没来啊？我不知道啊。我看你从早上到现在一直心不在焉的，到底有什么事儿不能跟我说啊？
段飞，志龙现在怎么样了？我能去看看他吗？好，我知道。志明，那个我有事出去一下，我和云总都不在公司，就交给你了。韩总，云世彤今天上午一直都没有来。哦，怎么了？我猜是因为荷兰的关系，毕竟这么多年的朋友，不可能不受一点影响。这点儿倒蛮像他老子云顶的啊。不过，我还是有些个不安的。韩总，怎么了？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尽可能的和天浪集团撇清关系。韩总，他们有一些资源，我们还是可以利用的。这个人做事太过武断，手下办事每次都出现各种问题。我的出征只是想把云志彤赶走，给志明以后铺路。我和魏天浪完全不同。是，您的一番苦心，志明迟早会理解的。但愿吧。新雪，我和云世彤已经秘密结婚了。什么？你是他最好的朋友，也是他最信任的人。我相信你能保守秘密。你们为什么结婚啊？以后会知道的。你过来。老大，这是你让我调查的名单。这是什么？公司内鬼的完整名单。说实话，即使我早有心理准备，看到这个还是很震惊。这些人表面上看起来勤勤恳恳的，没想到是这样的事。现在，我们一定要做出决策。红鼎不能再这样拖下去了。如果把这些人都清理掉，那红鼎的骨干力量就彻底消失了。这样的话，石头身边就什么人都没有了。他有我，有你，还有我们大家。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挽救红鼎公司。什么办法？老大，你快说呀！找到最信任的商业合作伙伴，在技术人员上提供暂时的支撑。有了这层商业联盟，即便离开一批骨干人员，也不会让红鼎集团陷入彻底的危机中。
现在去哪儿找啊？哪有什么是可靠的商业伙伴？集团和集团之间，即使是合作，都会冲着商业利益去的。像这种救人的事儿，我想不会有人愿意掺上。其实还有一个合适的人选。谁呀？苏氏集团。把名单给我。你还别看吧。现在几点了？4点25。对。金雪，把上午没开的会议挪到下午5点钟，通知所有人。好的。红鼎最近发生的事情，我已经找到了解决方法，很快就会给大家一个交代。云总的意思是想推卸责任呢？秦雪，这个方案是电商计划目前为止最完备的方案，请大家仔细看一看。我相信，这个电商计划一旦启动，将会给红鼎带来不小的收入。云总，就算这个方案很完备，但是不知道股东大会上的股东会不会同意？韩副总，我们股东大会上见。好啊。另外，还有件事情要公布，段部长复职了，继续担任监察组的工作。云诗彤那丫头
今天提出了一个完备的电商方案，您打算怎么办？虽然他有了电商方案，可是没有资金周转，人手也不够啊。韩总，我觉得是时候一搏了。说来听听。天浪集团的人已经渗透到红鼎集团的多个板块，地产板块很快就会因为价格的浮动而引发客户的不满。过不了多久，红鼎集团就会出现新的危机。更何况，董事会还有咱们的人，您大可不必担心。这是我调查所有对手的人事变动、资金流向，还有一些非法交易的证据。还有吗？半年以来，天朗集团多名骨干人员陆续进入红鼎，他们修改个人简历，隐藏身份。我相信，他们的准备应该是在半年前，而且肯定是天朗集团。老大，你准备怎么办？不急，等跟苏氏集团的合约签订下来再说。老大，就交给我吧，不就是动手吗？放那儿吧，你除了吃和动手，你还会什么呀？好了，有什么情况再通知我，收好证据。我先走了，石东找我，辛苦了。好羡慕。石彤，你到哪儿了？哦，刚出来。这样，你来海滩吧，就是上次那个地方。好。你什么时候能有女人也让我表现表现？跟着我去。这样的女人，不要也罢。可是我喜欢。哎，这是，哎，乔乔，这。
德飞啊，我看中你，相信你，把彤彤嫁给你。我明白，明白就好。那，把这个签了。这个。我有件事想问你。问。关于我爸的事情，老文他一直不肯告诉我。这个我也不太清楚，但是这个幕后操控者肯定还活着。红顶的危机一定和这个人有关系，所以你一定保护好彤彤，同时也要保护好你自己。啊，您放心。去吧。好。
云总啊，这个电商计划啊，就这样吧啊。董事会的意见已经很明确了吧？我看呀，可以散会了吧？啊！等等，我还没有表态呢。这个会还没完。段飞，你有什么权利在这里说话？我当然有资格。红鼎医学有17%的股份是代持的，而我就是这些股份的持有人。你，段飞，你在说什么呢？这些股份的原持有人是我的父亲，也是红鼎的创立者之一，段宏。我父亲死前，集团请了律师公证了文件。现在这些股份，我已经根据明文和法律正当持有。律师，请您审查确认。韩副总，段飞的确是这17%的股份持有者，具备法律保护。刚才林总差10%即可通过决议，现在我支持林总，也就是说，支持的超过反对的7%，决议应当通过。队长，律师，千万看仔细了，这份股权的真实性。韩副总，这份股份由当事人签订并认证，没有问题。秦助理，立刻组织记者招待会。红鼎集团有新方案要公布。好。如果没什么事，可以散会了。走。什么事儿让你亲自来找我呀？少见。柳峰，我今天来是想把话说开了，请求你一件事。
吃醋？妈，我为什么不能出去？出去干什么？要去找段飞呀？你乖乖的给我在家待着。我现在有事儿，必须得出去。我在跟云总谈事儿呢，听话啊，别跟我惹事。讨厌！我想向苏氏租借技术人员。苏氏集团人力资源部里面的确有一个专门的派遣部，就是为了给合作伙伴提供技术支持的。我把这个派遣部整个租给你，能解燃眉之急吗？苏总，太谢谢你了。这也只是权宜之计。派遣部只能在红鼎驻留3个月，这期间的时间就留给你们重新搭建自己的团队。3个月给红鼎换血，你能做到吗？您看这样行吗？从3个月开始，先逐步撤离技术人员，从5个月这个时间点完全撤出。我想多给红鼎留一些缓冲的空间。不过5个月的时间对红鼎来说，换血仍然是个很大的工程。如果你没做到，我就浪费了派遣部5个月的资源，而且也搭进我个人在苏氏的威信。这个您大可放心。虽然现在有人千方百计地阻挠电商系统的推进，但这次中层危机，他们也已经是强弩之末。技术人员和市场都已经准备好了，红鼎马上就会反击。只要趁着这次反击的趋势，换血一定水到渠成。这是一次风险很大的合作，但是你让我很安心。云鼎先生没有看走眼。那您的意思是，您同意了？你们帮了小雅那么多忙，于情于理，我没有理由不同意啊。哦。老板，来杯啤酒。生活不易啊，天天被上面逼着。我服。我告诉你，别让我再看见清正了。要不然。是你？感谢各位记者朋友来参加这次红鼎的新闻发布会。红鼎集团将在近日内启动电商转型计划，在几年之内逐渐过渡到电商模式。这次决议是红鼎历史性的一步。在未来，红鼎将会以一个崭新的姿态
站在天海的前沿，引领天海商业。谢谢。你说，袁总，请问这次提议是红鼎所有领导都认可的吗？任何一次改革，不同的人都会有不同的意见。但是我一直相信，只要符合时代发展的策略，才会让一个集团生生不息。云总，天海同样也有其他实力强大的企业，难道您不担心您的计划提前被人知道，对企业产生影响？红鼎集团无时无刻都在面临着竞争，但只要是良性竞争，我们都会尊重对手。我对红鼎有信心，我相信红鼎一定会以自身的实力，在未来的道路上站得更稳，走得更远。还有问题？各位，接下来我会带领大家去参观红鼎的工作流程。如果各位还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我们会在晚宴之后一一作答。谢谢，谢谢。简哥，我刚还念叨您来着呢。不是，这个，还没有搞到红鼎的资料，就是他们的安保系统又升级了。你当我3岁小孩了？啊！不敢，不敢。刘天辰，我在最后说一句，你如果不把红鼎的内部资料给我弄过来，我就把你扔回赌场。强哥，你饶了我吧，你饶了我吧。那你他妈还在这儿干嘛呢？在这儿啊？他们红鼎的保安都可厉害了，我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。我说你脑子秀逗了是吧？保安他也得回家睡觉啊！总有值班的呀。滚还是不滚？滚。